第144篇，受耶和華訓導者，可免敵害。耶和華我的磐石，是應當稱頌的。他教導我的手爭戰，教導我的指頭打仗。他是我慈愛的主，我的山寨，我的高台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盾牌，是我所投靠的。他使我的百姓服在我以下。耶和華，人算什麼？你竟認識他；世人算什麼？你竟顧念他。人好像一口氣，他的年日如同影兒快快過去。耶和華啊，求你使天下垂，親自降臨，摸山，山就冒煙。求你發出閃電，使他們四散，射出你的箭，使他們擾亂。求你從上伸手救拔我，救我出離大水，救我脫離外邦人的手。他們的口說謊話，他們的右手起假誓。上帝啊，我要向你唱新歌，用10弦瑟向你歌頌。你是那拯救君王的，你是那救僕人大衛脫離害命之刀的。求你救拔我，救我脫離外邦人的手。他們的口說謊話，他們的右手起假誓。聖民之福。我們的兒子從幼年好像樹栽子長大，我們的女兒如同殿角石，是按建工的樣式鑿成的。我們的倉盈滿，能出各樣的糧食。我們的羊在田間滋生千萬，我們的牛馱着滿馱，沒有人闖進來搶奪，也沒有人出去爭戰。我們的街市上也沒有哭號的聲音。遇見這光景的百姓，便為有福，有耶和華為他們的上帝，這百姓便為有福。